會即將開始㗎啦。亦都請各位嘅工作人員幫忙啦，都給予我工作嘅我哋嘅主禮嘉賓咧，可以嚟到台前嘅正式儀式開始啦，唔該曬，唔該曬。多謝由總監陳副主席。現在恭請西貢北約鄉事委員會主席李耀斌先生 BBS MHJP 大埔七約六鄉村公所麒麟隊丁角村村公所麒麟隊、有心連心敬老會現代媽咪組、中國武術海外訓練學院香港烽火堂國術協會接受祝賀並一同拍照。多謝李主席、文主席。現在恭請警達醒獅總會、姜志威醒獅武術體育會、上步軒、大埔青年協會、大埔綠營同心會接受祝賀並一同。你可以特別望住環境衛生署代表住。好啦，我哋一齊面向我哋嘅大會攝影師。上各位咧可以面對我哋嘅攝影師。謝奇，恭請香港聖約翰救傷隊助理總監、新界總區林玉儀醫生 OSTJ 致送。請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帶。咁咪揸住好啲，可以影到個樣。